我係 GYT， 今日我哋就會做10乘10站見車就上挑戰，同埋呢個挑戰喺我個 channel 唔會變成恆常挑戰。仲有想講一聲，依條片係1年前拍，所以有啲地方仲係舊版本，同埋規則如下，唔可以重複同一條巴士路線，同埋見到幾架車一齊到就可以揀車。同埋如果巴士唔夠10個站，就會搭到總站。咁而家我哋開始我哋嘅見車就上啦。上集我哋喺電照街結束，今次就係呢度開始。一開頭就上咗608去九龍城，第10個站就係長龍灣。之後同時間嚟咗11B 同5C， 咁我就揀5C。第28個站就係摩地道，依度因為跑影唔到個牌，但係依架巴士係28，由於唔夠10個站就搭返去尖沙咀碼頭。跟住係尖沙咀碼頭依度見到架1號就離開，咁我哋就上1號。第10個站就係太子站。然之後依個站搭到頭先尖沙咀開嘅1A。第10個站就係九龍灣站。跟住我唔記得咗點解我決定分2日拍，所以而家係1星期之後再嚟搭車，同埋講清楚先。我唔係諗住避開一啲巴士，跟住第2日我就上咗89C， 我哋就咁搭去翠屏北村。跟住再喺翠屏北村上咗89X， 第20個站就係啟業村。
跟住喺依個站上咗架26，去順天總站。今次見車就上就喺呢度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